嗱，咁揸住呢度45度嗰傾車頭，前後揸。邊頭咋？車頭啊，45度車鋪，接嗰扎。我一陣我叫你摸，你唔使緊張。30蚊07收你30蚊，一30。點整啊？我骨啊！好，咁高難度啊？我一陣叫你磨刀。整冇骨啊！食翻嚟呢個仲冇。 OK，来呀。OK OK， 来，这个鱼要求特别高的，来一条五谷，这么小的做五谷。这个视频我不用砂纸，直接用刀来，直接上茶叶。一陣我叫你磨刀啊，你磨叫你一次你識噶啦。你要認真學喎，我一次你識啦，越磨越利噶啦。識噶啦，簡單方便企理。我等點解日日一啖我見人哋嚟啊？喺度抖音咧。有冇點過？有冇點過讚啊？唔識讚㗎。你唔識點讚啊？你唔識點讚啊？你唔識點讚得好啦，唉。嚟。好簡單㗎嘛，天無不遠，點啊？一拉就出嚟啦。唔使切㗎啊！其實啲魚片你就攞翻去切，抹乾淨佢切就靚啦，就靚仔啦。好似得嘛？少少，精神。係啊，精細所嚟係嘛？可以。这个视频把这个杀到我这个视频，把这个视频看完，经典还在后面啊。这个阿姨说不会磨刀，我就教她怎么磨刀。一樣啫，我一陣叫你磨得啦，一樣嘅啫。你可以細就得，大得冇所謂㗎，公平嘅。嗱，公司都洗潔精啊，你都洗潔精嚟㗎，洗潔精啊。嗱，咁揸住呢度45度嗰傾車頭，前後揸。車頭啊，45度車鋪，車嗰扎。咁我啊。大概磨個1、2分鐘就得㗎啦。又到呢邊揸翻呢度，前後揸，一樣係45度。老鐵們，如果你們幫我買過這款刀的話，我就教你這樣磨的，你隨時去都會的了。反正殺到我這視頻在我直播間買過我這把刀的話，就是這個按照這個方法去磨，絕對是鋒利的。係啊，你我點個點讚㗎？點個星星？點星星啊？係啊，俾你愛心。嗰個點個讚你免費？知啊。知啊。嗱，可以啦，沖翻乾10分鐘先。嗱，近距離給你們看下，得成嘛？嗱，得成嘛？來連順啊又，我揸住兩隻手電，深深，沒毛病吧？這點效果。所以老鐵們，如果相信我的話，可以進我直播間。我直播間那板刀就是我手上那個把。我唔使用好幾條嘅。啊？我唔使用好幾條嘅。就咁得啦？俾多個袋呢？啊，100幾條啊，我都100幾條。識磨刀未？啊，識㗎，識㗎。識就得啦。
你貴係得唔得？一定要45度保啲洗潔精，龍毛都成磨得食㗎啦。好，多謝。刷到我這視頻，如果不懂的話，在評論區留言，因為可以來個小紅心。這視頻到這裡 OK。